講咗咧，即係新買樓嘅人士咧，作出一個好大嘅警報。呢啲我而家講美國香港嘅嘢唔好講啦講美國咁當然啦，美國包含埋，如果美國加息加到咁咧，你英國、歐洲都係一樣嘅，全世界都一樣㗎啦咁點解有個咁震驚嘅情況出現咧？就係原來美國嗰個 mortgage rate 嗰個供樓嗰個叫咩mortgage 就係嗰個利率已經升到去咧5厘啦！哇，係今個禮拜連續2日大幅上升啊！嗱，美國真係加咗次息咋嗱，大家都知道星期一嗰日咧，30年個固定供樓息率都係4厘半，跟住去到星期一4厘半啦。跟住星期二咧就跳到上4厘6、7到啦，4厘6、7到啦。跟住維持到星期四都係4厘6、7，跟住淨係琴日一嘢就再升到4厘9半啊！嗱，咁就好恐怖啦！呢個即係你而家都未開始或者係進入加息週期，美國係加咗一次息咁大把啫喎。但係 mortgage rate 咧，如果你睇翻1年前到而家已經升咗幾多咧？嗱，我而家再睇睇1年前30年嘅 mortgage rate 咧，就係睇下先嚇，30年係3厘嘅，3厘嘅。咁而家即係無啦啦升咗2厘啦。1年前同而家已經升咗2厘息啦，供樓附近啊。咁呢個咁重要，升咗成淨係星期5嗰日升咗成20幾滴、25滴已經講緊一句啦，即係講一句咧，你啲供樓人負擔咧，即係我加咗啲息25點子咁大把啫，已經由3厘加到5厘，咁你就分別幾大？即係幾乎係多咗3厘加，即係67%個供樓嘅負擔咁已經係今個禮拜唔係一次咯，今個禮拜第2次咁突然間抽上去喎，咁變成咧呢個咁樣今個禮拜嘅情況係自從2013年以來從來未試過咧咁惡劣嘅情況，喺一個禮拜之內係個息率升得咁多嘅咁就嗱，咁大家都知啦，供樓我最緊要嘅第一係樓價啦，第二就係供樓負擔，究竟你嘅息率幾多啊嘛？咁大家曾經何時，如果你喺80年代香港，即係嗰陣時供樓咧都試過成10幾厘息嘅嘛可以供，咁美國你都可以10幾厘息噶嘛，咁你一路加息上去，咁點搞咧？咁你而家講一句樓就係要靠新嘅買家入市嚟到買樓，重新做個 mortgage 嚟到製造呢個流動噶嘛。當冇新買家或者買家話太貴啦，即係供樓負擔太重啦，我供唔起，同埋樓價又咁貴，變咗咧 double whammy，即係話樓價首先貴咗，第二我供樓又貴咗。點解呢個息率貴啊嘛？嗱，你樓價貴就變咗我哋供樓一定貴咗啦。第二息率都貴埋，變咗就 double whammy， 兩樣嘢打擊你。大佬，你星期二都係大到4厘7度啫，無啦啦去到5厘，咩事啊？而家咁而家咧，啲人個個咧，即係講一句咧，就見個息率咁上升咧，就即刻咧希望咧快啲去重新再調整佢哋嗰個，因為美國好得意啊，佢哋嗰啲 mortgage rate 咧係幾年可以 refinance 再做一次噶嘛。咁嗰啲係5年啊，啲10年、30年。咁而家好多人咧就要將咧 refinance 到咧盡快做啦，希望即係未到期先去做啦。即係點解驚個息率繼續抽上咧？佢遲多1年先到期嗰時，喂大佬，我啲 mortgage rate 升得好貴，如果息率繼續抽上嗰時，我下一次再重新定價嗰時好貴。趁而家雖然係抽升得好緊要，升咗2厘嘅，但係都快啲去做啦。咁而家講一句啦，嗱，不但止呢個升得好緊要啦，10年國債琴日都升得好緊要。10年國債咧已經升到去而家咧就係2厘6、2厘59啦，已經升咗，琴日升咗0.05%，唔係呢個30年嘅2厘59，10年嗰個2厘48，升咗10滴啊！嗱，變咗而家咧10年國債同30年國債咧嗰個差距只係得11滴嘅啫，好窄啊！而家咁10年啊，同7年、5年、3年已經倒掛咗啦。10年同2年嗰個咧，只係爭個19點子啫，而家
嚇。咁一年個國債已經1.661啦，即係話預計一年後咧個息率最少係1.6㗎啦而家。嗱咁琴日咧因為10年國債上升，連帶呢啲 mortgage rate 都抽到好緊要。當然啦，大家要即係你如果係買樓，你都要留意下，喂 mortgage rate 跟住咩升啊？當然跟息都升咧，但係最重要就係跟住10年國債同30年國債嗰個升幅㗎嘛。10年國債如果息率升咧，啲 mortgage rate 一定升㗎。咁仲有一樣嘢衰嘅就係呢啲 mortgage rate 咧，亦都由呢啲咁嘅叫做 mortgage-backed security 嗰啲 bond、mortgage-backed bond 啊，即係而家不停聯邦儲備買嗰啲咧，嗰個 demand 如果 demand 高咧，個 mortgage rate 就減；如果係 mortgage 呢啲咁嘅 demand 唔夠咧，就會升嘅。而家就聯邦儲備我唔買呢啲 bond 啊嘛，咁點啊？個 demand 咪少曬咯。咁呢啲 mortgage rate、mortgage-backed 嗰啲 bond 唔係息率抽升咯，咁變咗咧息率又係抽升。講嚟講就係息率抽升。咁呢啲 mortgage-backed bonds 如果冇人要嘅話咧，息率就抽升。咁變咗咧，連嗰啲 mortgage 都要抽升啲息率。咁而家講緊句啦，佢話明啦嘛，佢哋而家不等於加息啦，仲要收縮呢個佢哋資產負債表嘛，就唔再買呢啲 mortgage-backed security 啊嘛。咁所以咪呢啲 bond 嘅息率咪抽升咯。咁簡單嘅道理，大家都明白啦。咁而家咧仲有喎，而家仲有個問題就係咧，春天嘅樓市咧已經開始㗎咯。咁而家咧呢個咁嘅情況咧，因為踏春天啊嘛，所有有 potential buyer 呢啲本來夠錢嘅買家咧，而家就可能講一句咧，首先供應又唔係好夠，因為點解咧？供應唔係好夠就係因為講緊而家你 supply 嗰度唔夠啊嘛，好多原料都起唔到樓啊嘛，或者起樓啲原料都好貴啊嘛，咁你又冇工人做啊嘛，運輸有問題啊嘛，啲 supply 又唔夠，跟住咧樓價又升咗上去喎，跟住息率又升咗，咁點咧 ？Rates 同 price 兩樣嘢打擊樓價都抽升，升到咁緊要。咁而家咧講一句，如果你話計翻你個 median mortgage payment 啊，即係中性嘅你 mortgage 嘅付款咧，已經比1年前係高咗20%。即係你上一年都係每個月係供5000蚊樓咧，今個月咧1年後咧已經係供6000蚊樓㗎。即係你個 medium mortgage payment 啊。咁而家講咗句咧，你而家所有呢啲咁嘅所謂業主嘅即係有借貸有 mortgage 嗰啲業主咧，其實咧所有嘢都係對佢哋嘅 budget 係好大影響，打擊佢哋本身嗰個財務佢哋嘅狀態嘅。咁咧講咗句咧，最重要就係佢哋根本唔 afford 到，而家就係講你唔 afford 到。首先你冇樓啲唔 afford 到買層新樓先。第一，如果買唔到就冇咗呢批買家，或者少咗批買家。第二，我當你 afford 到，你買咗 ，OK， 已經買咗一兩年啦。而家 mortgage 息，你而家個人工夠唔夠供樓咧？又定話你而家要係開始借嗰啲信用卡嚟到供樓咧？咁而家咧連租都貴咗啊嘛，美國租都貴啊嘛，亦都升啊嘛，咁乜都貴啊嘛而家。咁變咗咧，喂大佬，咁乜都升，咁而家好多呢啲本來有可以買樓嘅買家都可能要等一等，唔好搞住啦而家。我要真係計條數，如果利率係咁升嘅話，我買一層樓都供唔起喎，遲啲。咁而家咧講咗一句啦，同埋有啲本來係合資格嘅買家，而家都唔合資格啦，變咗因為一計條數，一做銀行同你計一計數，喂，你以前我同你就3厘息你供到啊，喂5厘息你供唔到㗎咯喎，咁即係冇咗一批買家咯又。哇！真係講真一句，咁所以而家咧就係樓價咧就面臨一個好大嘅下跌壓力喺美國。咁當然呢個下跌壓力咧，美國就反映到全世界啊，唔好淨係美國，全世界面對同一呢個加息嘅情況，好似加拿大50點子咁加可能。咁講緊個咧，而家就講緊句咧，而家啲經濟學家已經將佢咧今年嘅房屋銷售咧係 revise down 啦，已經 revise down 啦而家。咁咧就咧佢估計咧就啲人初估計咧今年嘅息率mortgage 息率就4厘到嘅啫，因為舊年就3厘啫，4，而家已經提高到4厘半，咁又錯埋啦，而家5厘啦嘛。咁而家咧就重新再估計啦，而家就話喂銷售咧，本來我哋預計今年咧就會跌3%，但係而家可能估計跌6至8%啦，即係連銷售嗰度咧，本來由3% 都掉到跌6至8%。咁仲有喎，
喂，而家呢個仲未 update 得晒，要睇聯邦儲備局加息嘅情況同埋戰爭情況，睇一睇美國經濟有冇放緩嘅情況。如果有嘅話咧，呢個跌幅係可能更大，而嗰個即係嗰啲 sales drop 啊，房銷售係會跌得更大，同埋個利息增加得更多嘅話咧，合資格買樓嗰陣時越嚟就越少。嗱，咁就大家就諗一諗啦。講真嘅，呢可以話由伯南克開始印錢到而家呢2008年到而家呢14年所發生嘅事就係零息率嘅嘢，已經而家調轉啦。咁所以咧，所有嘢應該就調翻轉頭走嘅。你以前點升就應該點跌。咁就大家就計條數咯。其實好易計嘅啫。咁你本來供樓係3厘息，而家5厘息，你符唔符合資格先？有幾多人唔符合資格先？冇咗呢批人嘅話，咁點咧？就少咗一批客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少咗一批買家，咁當然合理就係樓價跌啦，係咪先？咁加埋，喂大佬，而家全世界個個都話銀根會緊啊嘛，係咪先？如果息率繼續咁樣係向上，而個 yield curve喺度平坦，長錢個息率係低過短錢，銀行都唔想借錢出嚟，因為點解？借一單就蝕一單，同埋銀行盈利都差晒啦。好，喺29蚊台繼續同你報道，哇好多嘢，今日準備咗好多嘢同你講。我睇下29蚊台同你講乜嘢先，我都準備好啦，而家睇一睇先嚇。29蚊台咧就講美國呢個油庫儲存啊，油庫儲存啊，同埋美國嗰個油呢個布蘭特咧可能升到200蚊，我都同你講一講呢兩個嚇。好，喺29蚊台再講嚇。